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1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南市东区有一间2层楼高的客家厝，昨晚暗暝6点外着火。虽然火真紧就拍花，不过消防人员伫2楼发现一个女性的尸体，是一个86岁家己大姓张的老大人。伊若像有失智的镜头，着火时未赴走，全不幸过往。 大火位1楼窗仔传出，还佫噼里啪的声音，火势真惊人。消防局赶紧布水线拍火。消防局请求第2摆支援，调派14车49人去抢救。虽然火势真紧拍花，不过消防人员伫2楼房间内底发现一个女性的遗体，是86岁独居的姓张的妇人。本身会行嘛，会啊，拢会行，算大概拢好对啦。对啊，当初迄时阵一出来，这煮饭嘛，也是咧怎好？我唔知，我咧上班呢。你是接到通知，赶紧去系啊系啊。 咧上班的后生接到通知，赶到现场，不过86岁妈妈已经死亡。这火警是伫台南市东区立德2路一栋2层楼的面体。拜五晚暗6点外，消防导火，立场表示，这86岁独居阿嬷疑似有失智的状况。伊就精神已经足歹啦。自我要家申请长照2.0的时候，伊一直无来啊。尾面我甲他讲，佮申请一角，伊佮原在佮无来啊。所以今日发生安尼啊。 原则上应该是住在2楼的前面，住在2楼前面，那可能疑似是受到火热的关系，有做一个避难逃生存在，所以在2楼的后面的房间找到的哈。初步勘查，烧30平方公尺，死者并无行动不方便，疑似因为火势伤过大，未赴导生死亡。详细导火原因甲财务损失，由消防局调查处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汤圆中立有一个送货人员是真美气，伊送货时蒙包裹，感觉怪怪，哪像是有金融卡，就赶紧报警察。落尾警方是顺利抓到2个诈骗集团的成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就人家叫我来拿。谁叫你来拿？谁叫你来拿？哦，拿烟。就老板拿。那我们打开 OK 吗？我们打开了。好，你们开啊！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送一堆卡片。我真的不知道啊。本所于29日19时许接获一名送货员报案。 称所运送之包裹疑为金融卡，警方不敢大意，立刻派员于交货地点附近埋伏，一举查获诈欺集团成员30岁蔡女及22岁廖男，更查扣金融卡15张及毒品。全案讯后依诈欺、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警察接到报案，顺利抓到收包裹的人。拍开了后，发现内底底15张金融卡，嘛抓到另外一个诈欺集团的成员。查扣的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根据了解，诈骗集团用假信息拐受害者来引头路，骗因爱交银行的卡片，才会当摕到薪水。亲像这款诈骗的出头是真济，提起乡亲就爱细致。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 先看到《国时报》，为着要保护渔业的资源，新北市政府针对野柳、万里、瑞丰、孔仔寮这4区的水产动植物保育区限制猎捕，2天内抓到35件违规，拢总罚105万，呼吁民众就要注意规定。来看《自由时报》，调查局成立中心打击诈骗，整合交通安全处专职的人力，任务编组，用科技办案，解破亲像满坎名势、位置甲下边境的诈骗手法。 来看联合报，为互奥多拜佮挡伫年之卡红砖仔路，台北市要伫5天内，甲34条干道、人行道的奥多拜停车格调整刷走。目前敦化南北路、甲仁爱路拢已经完成啊。为着要改善过路人的交通权益，交通新制为昨开始施行。赛车骑奥多拜，若无动落来让过路人先行，上重会罚6000块。 而且车甲人上无爱离3公尺，若过路人若买手机违规撞过车道，嘛会处罚。交通新制实施头一天，因看到大路的汽车、机车看到过路人，拢行过才驶过，避免去弄到人。台北市警方也加强处罚，到30中道已经处罚26件违规。新北市也开出新制提悬罚款上限了后，头一张机车无停让予过路人过违规罚单。取缔标准就是针对车辆行经行穿线，与行人行进的方向距离一个车道约3公尺就是以3个整木纹为标准。
为了改善基隆人交通的快意，交通新制6月30来实施。五大修正重点是：车辆无停让基隆人，罚款上悬提悬到6000块；违规记点累计期间由半年延长到1年；无照骑车也是开小型车，上悬则罚24000块。车辆超速达到40公里就认定是严重的超速，增加13项民众检举违规项目。行人本身也要很注意了哈，不能说因为停让，所以你滑手机或是任意穿越马路哈，这个部分在警察这边也会做一些取缔哈。不过，民众认为除了提供罚则，行人专用的记录或者系统是更加好的解决办法。不是有那种十字路口是车子一起走、人一起走的那种，就避免人跟车接触，这样不是完全100%隔离吗？人车分道比较好啊。你像以前行人路桥都有用，现在都把它拆光光。在其后，客运车车队结合西瓜交通部市喇叭控制，并且递到电竞批，提出2段诉求。这是部分的路口行人专用号志并无做到人车分流，应该赶紧来改善。另外是客运车载客专有的停车点无多，载客开放检举，批评交通部配套计划无到位，扩大执行的造成司机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国务院宣布要通过今年第2批的2项对台湾的军售案，总价值大概是台票138亿，包括飞弹甲后勤支援等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国自2016年开始，就一直在恐吓咱台湾，想要改变台海现状，所以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美国国务院29批准上新2笔对台军售案，总价值拢总138亿台票。第一件是当提供各州 CM 参数分发装甲车使用的30公里机炮弹药，包含高步燃烧液光弹、多功能弹、训练弹。第二件是后勤支援轮式车辆、武器甲零件等，预定1个月后正式有效。增强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就是精准弹药优先，同时快速的增加台湾的相关武器装备的库存，来避免就是说在战时的话可能比较难补给。专家指出，弹药等后勤补给的军售有助强化台湾在战时的韧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明，美国就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立场，因应北京为2016年开始一直挑战台海现状的行为。Military operations, deployment of forces, the exercises, missile tests, etc. Sure. We've seen that in the economic coercion exerted against Taiwan. All of this is a stirring of the pot that is antithetical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us quo. 布林肯指出，压制中国无符合美国的利益，希望美中找到和平共存的方式。中国7月1日开始实施拄颁布的对外关系法，让人认为北京当局是要反制美国以及西方的威胁，也加高科技产业的制裁。有学者指出，中国会更加输国。We are headed into a sensitive period given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parties to act responsibly. 国务院亚太总监康达提醒，台湾总统大选伫要到啊，两岸政治局势愈来愈敏感。咱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认为，总统大选无论倒一个参选人选赢，都无法度改变北京的统一目标。呼吁台湾应该积极备战，建立全志愿国土防卫部队。记者综合报道。爱啉可乐、食树奶糖的乡亲要注意哦！世界卫生组织下骹的一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近认定，可乐、树奶糖内底一种人工的甜味剂阿斯巴甜，讲这款成分可能会引起癌症，拍算要甲列作可能致癌的物质。想要食甜的物件，啉饮料时阵佫惊大苦，就会选择讲是无糖、零卡的可乐，或者是会带树奶糖，也佫有用代糖的饮料。毋过，因拢有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甜是一种互食品广泛运用代糖。毋过，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下骹的跨政府单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伫开会议讨论了后，认定阿斯巴甜可能对人类会致癌。调查结果会伫7月14正式对外公布。It seems like everything causes cancer these days, so I kind of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give up Diet Coke completely. WHO 下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将每一种可能致癌的物质，照危险的程度分作5类。
阿斯巴甜被分类伫二类致癌物，这种物质对人体致癌的可能性较低，而且伫动物实验当中，致癌性证据也阁无充分，对人体致癌性的证据也阁有限。For people who have diabetes and who like a sweet drink or something with that sweet taste, it's going to be a bit of a kind of a wake-up call and maybe cause them to rethink some of the dietary choices they've been making.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即摆讨论，指根据公布的证据，评估亲像阿斯巴甜是毋是对人体有害。另外，人体摄取偌济量是落伫安全值内底，无伫即摆考虑范围内。另外，因接受安全值的定义，主要是由 WHO 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甲国家监管机构所决定。国际甜味剂协会认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判定无够全面，可能误导消费者。按过 WHO 伫5月发布的新的指导方针，也建议消费者唔通用大糖来控制体重。公司新闻新读配评析。镜头转来到国内，风台季就要来啊！气象局表示，今年到达北太平洋西部，敢若出现3个风台，比平均4.3个是搁较少。预估后半年风台数量是正常到较少淡薄，安来影响台湾的数量应该甲英国是差不多。不过气象专家表示，今年因为圣婴现象，风台强度恐惊会搁较强。每年7月到9月拢是风台季。今年的风台展望，中央气象局表示讲，到目前为止，北太平洋的西部敢若有3个风台，比气候平均达4.3个搁较少。台风侵来台湾的个数呢，最多的几率还是4到5个左右。那这些数字呢，大概是跟我们在统计圣婴年的这些案例是有类似的。往台湾走的个数也是相当的多，所以平均来讲，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台风侵台数呢，大概是接近正常值的情况。气象局预估，今年后半年北太平洋西部的风台形成总数是正常甲偏少，侵袭台湾风台数量接近正常。若是7月到9月，台湾气温是正常甲偏悬的几率较悬，雨量是正常甲偏少。若是后半年圣婴现象恐惊会搁创新悬。气象专家指出，圣婴甲反圣婴甲侵袭台湾的风台数量侪少无关系，是讲若是圣婴现象，迄一年的风台强度就会较强。出现圣婴跟反圣婴它对侵袭台湾的这个台风它们有一个必然的关系。那在海上的时间比较长，台风的强度就比较容易有好的发展，所以台风强度一般比较强。专家表示，出现圣婴年的时阵，风台形成的位置是离陆地较远，而且风台的强度会较强，而且生命期嘛会较长。大部分拢是长命的风台，呼吁民众要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热气球嘉年华昨起稿，今年拢总有55粒热气球。若有一粒新的马祖热气球是上界影目。若桃园市今年嘛是头一届参加，希望会当做伙带动观光发展。30早起5点半，2023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正式伫台东县鹿野乡的高台开幕，由台东天后宫出钱，拄啊做好的全球头一粒马祖造型热气球，回购了后头一届升空。甲其他14粒国内外古锥造型的热气球做伙伫花东唱国的天顶飞行，其中也阁有一粒日本的爱心球，特别展示低空飞过观众头顶，再阁升悬的飞行技术，互游客非常的意外甲欢喜。很壮观哎！以前都以为是热气球是直上直下，但可以飞耶。今年热气球嘉年华会开幕式来参加游客，甲往年客满规个高台山坪，安尼比起来减一半，可能是前一天台东才落大雨，国家各中小项爱后礼拜一才休热有关。不过今年会连续举办60天，历史上上届长的热气球活动。除了有马祖球的加持，国外来的31粒热气球，原来会陆续到台东参加盛会。特别的是，今年桃园市头一届甲台东县结盟，分享观光资源，带动两县的观光产业发展。桃园机场是我们国家门户，希望它能够来到鹿野高台。桃园球也会加入我们热气球的行列。从今年开始，每年的热气球，我们桃园都不会缺席。目前7月已经有明显的提升，那8月也已经开始陆续的提升中了。台东县热气球活动展开暑假旅游旺季的头一波热潮，饭店业正看好，不过民宿业暑假订房率7月到8月也是比往年减少3成左右。业者期待热气球活动的效应会当带来更较好的业绩。
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高雄南医为今仔日7月初1开始规划亲子艺术类活动，配合展览，利用3D 投影的科技设备，甲游客互动，吉头壳解谜题。希望休热的时阵，爸爸妈妈会当带囡仔来体验艺术，了解台湾历史。学生囡仔专心听导览老师的讲解，来认捌台湾过去的历史。看到会当操作的设备，大家拢感觉真新鲜，想要来试看卖。高雄南医配合科技设备，互艺术甲历史加添新的趣味。看那个绿色哪一个比较多？你觉得那个好玩吗？好玩。变高变低的地图很特别，因为平常都看不到。嘉义县的高雄南医为7月初1开始要来举办亲子艺术类的活动，馆内的展览若透过投影设备增加互动，暗时仔的水舞嘛有新的演出。囡仔会使透过动手做啦，也是讲去看表演，这对于因的学习来讲，拢是真好的提升。这个活动的话，当然是围绕着我们的展览，有实境解谜，那也有户外的一些表演活动。另外的话，就是有水舞的表演。那今年的水舞比较精彩。高雄南医表示，去年的亲子艺术会受到疫情影响，也是有8万人次来参与。今年除了实景解谜、数位互动装置，还有艺术工作坊、儿童剧团各家的演出，希望会当让高雄南医争做中南部推广历史艺术的教育中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市文化局甲成大台文系合作开一个台语绘本的课程，学生行入社区，认捌在地文化，佮用台语的白话字记录创作绘本。虽然有的学生台语讲甲无练转，不过嘛是真骨力讲食面钱。人袂到，缘先到，规家伙仔疼透透，厝边头尾疼来头。学生甲四句联念甲真断点，四句联伫喜庆拢听会到，用来祝福也是提振成人的话语。为了要鼓励少年辈认捌台湾文化，文化局参成大台文系合作，结合6个社区，让学生根据社区特色，找找古早文化。其中学生去文南社区了解古训的传统，佮用白话字记录落来做发表，希望用文字甲文化保留落来。或者文化唔来当讲出来，嘛会当写出来。因为写出来，较会当搁较久的安尼存在嘛。学生去体验吼，因伫这讲话过程啊，甲伊要写海报这重点，会当甲伊对话了，会当列出迄个重点，发挥伊的迄个才华。台语绘本欣赏甲创作课程是选修课，有兴趣的学生拢会使来学。课程除了去社区探访做海报，另外佮分组做绘本，无论是编写故事、动游设计、文艺书写，拢是因的创作。教授讲，鼓励学生讲台语学台湾风俗。甲这个绘本甲做好，伊家己嘛爱去加强啊，爱学啊，嘛爱看人安怎做啊，所以就为做内底去学习。袂使会晓讲，到即马才会晓讲阮社区的故事。课程嘛有台语囡仔个活动，互学生每礼拜六用台语讲绘本故事，互囡仔听，这嘛展现因所有的成果。这学期学生拢创作9本绘本，学校希望未来有机会会使正式出版，互台语绘本更加多元。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公司台语台南部中心伫高雄正式启用，毋但制作新闻甲艺文节目，高雄市图书总馆小剧场嘛改做摄影棚，会当录节目。新的生活节目上水的花蕊7月23特别放送啊，要用戏剧的方式讨论女性的议题。专门讨论女性生活议题，公司台语台南部中心上新制作的生活节目《上水的花蕊》，伫咧高雄市图书总馆的协助之下，甲小剧场改建做摄影棚、实行甲摄拍。音乐制作人柯大宝、资深艺人梁佑南、骑马王中平、总铺赛歌王陈随意，又阁有健身教练甲营养师，拢欢喜转来南部录影，分享大家新妇斗阵生活、女性健康等等的议题，观众嘛通听到无共腔口。这个节目是我头一个接到讲主持的节目，因为我一般拢会用资本，我袂用主持。资本甲主持差足多。其实我是高雄囡仔，好，那我自细汉嘛是拢讲台语，但是我伫台北生活已经20几年啊，所以我最近甲阮爸爸妈妈做到开讲的，因为因做到讲台语的，所以我台语愈来愈认真。
公司台语台南部中心6月初3正式启用，会小线几来的音乐戏剧节目，望真侪南台湾影视音产业重要基地。新的节目详细的花蕊，按算7月23开始，逐礼拜日暗时6点，甲乡亲正式见面。记者阿敏珍、赖维祖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